到家人同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日10月11號，我哋咧聽到約書亞記嘅第八章。第八章好長啊，咁就分2日去聽。今日聽1至29節，咁主要咧都係跟翻上文吓，攻打艾城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有人唔齊心啦。當中有一個就冇遵神嘅心意啊，一個咧就可以話累晒全隊啦咁樣。咁但係都透過即係查問啦，揾到嗰個人出嚟啦，咁然後咧就有一啲嘅即係認罪啦，讓大家知道神嘅吩咐係點啦。無論係耶利哥嘅人、艾城嘅人，或者神耶和華嘅老百姓以色列人，其實係嘛都係有機會同神立約，同時都係有機會咧違背神嘅吩咐嘅喎，係嘛？所以神係好公平嘅喎嚇。OK，好，咁今日睇下啦，過咗嗰個亞干犯罪之後，佢哋點樣結果都攻取到呢個艾城啦。咁啊，聽下個故仔啦。約書亞記第八章。耶和華對約書亞說：不要懼怕，也不要驚惶。你起來，率領所有作戰的士兵上艾城去。看，我已經把艾城的王和他的百姓、他的城以及他的地都交在你手裏。你怎樣處置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當照樣處置艾城和艾城的王。只是城內所奪的財物和牲畜，你們可以取為自己的掠物。你要在城的後面設下伏兵。於是約書亞和所有作戰的士兵都起來，上艾城去。約書亞選了3萬大能的勇士，夜間派遣他們前去，吩咐他們說：看，你們要在城的後面埋伏，不可離城太遠，各人都要準備。我與我所帶領的眾士兵要向城前進。城裏的人像上一次那樣出來迎擊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就在他們面前逃跑。他們會出來追趕我們，直到我們引誘他們遠離那城，因為他們必說：這些人像上次那樣在我們面前逃跑，所以我們要在他們面前逃跑。那時你們就從埋伏的地方起來，奪取那城，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必把城交在你們的手裏。你們奪了城以後，要放火燒城，照耶和華的話去做。看，這是我吩咐你們的。於是約書亞派遣他們前去，他們行軍到埋伏的地方，伏在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間，就是艾城的西邊。這夜約書亞在士兵中間過夜。約書亞清早起來，點齊士兵，他和以色列的長老在百姓前面上艾城去。所有跟他一起作戰的士兵都上去，向前逼近，來到城前，就在艾城北邊安營。約書亞與艾城之間隔着一個山谷，他選了約5000人，安排他們埋伏在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間，就是艾城的西邊。於是他們部署軍隊，就是城北的全軍和城西的伏兵。當夜約書亞進入山谷之中，艾城的王看見了，就和城裏的人清早起來，急忙出去。他和所有的士兵到了所定的地點，在阿拉巴前迎擊以色列，與之交戰。王並不知道城的後面有伏兵。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在他們面前裝敗，往曠野的路逃跑。城內所有的百姓都被召來追趕他們。艾城的人追趕約書亞的時候，就被引誘遠離了城，
艾城和伯特利沒有一人不出來追趕以色列人的。他們撇下敞開的城門，去追趕以色列人。好，咁啊停一停啦，唞一唞啊。咁其實個古仔都係神教咗個方法俾佢哋啦，係咪？前邊派一堆人，然後咧就扮打敗仗，然後後邊咧引晒出嚟的話咧，就係有伏兵喺更遠嘅地方咧就圍剿佢哋啊咁樣啊。咁啊但係都唔好忘記啦，成個脈絡就係可以先求和，係嘛？佢前面都有講一樣係嘛？探子啊，即係咁樣啊。不過今次大部分就描述點打仗，因為佢哋冇人願意同猶太人、以色列人求和啊嘛，而且當有人願話去啦，追擊以色列人啦，追擊猶太人啦，其他人咧都被即係慫恿啦，係嘛咁一齊去，咁所以就變成咗一個戰爭嘅場面咧，就冇話你啱定我錯噶啦，因為大家都一定係覺得自己啱，咁啊都係一定係殘暴噶啦，係咪？一定係即係特別古時嘅戰爭冇咩人道法啊、戰爭法啊咁樣嘅添，係嘛？係啦，好，咁啊聽埋落去。耶和華對約書亞說：你向艾城伸出手裏的標槍，因為我要把那城交在你手裏。約書亞就向那城伸出手裏的標槍，他一伸手，伏兵立刻從埋伏的地方衝出來，直攻入城，奪了他，立刻放火燒城。艾城的人回頭往後一看，看啊，城中煙氣沖天，他們向這邊或那邊都無處可逃。往曠野逃跑的百姓就轉身攻擊那些追趕他們的人。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見伏兵已經奪了城，城中煙氣上騰，就轉身擊殺艾城的人。伏兵也出城追擊他們，他們就被以色列人前後夾攻，四面受敵。於是以色列人擊殺他們，沒有留下一個幸存者，也沒有一個逃脫。以色列人生擒了艾城的王，把他介到約書亞那裏。以色列人在田間和曠野殺盡了追趕他們的艾城所有的居民，他們全倒在刀下，直到滅盡。以色列眾人就回到艾城，用刀殺了城中的人。當日殺死的人，連男帶女，共有12000。這也是艾城所有的人。約書亞沒有收回手裏所伸出來的標槍，直到他滅絕艾城所有的居民。只是牲畜和城內所奪的財物，以色列人都照耶和華所吩咐約書亞的話，取為自己的掠物。約書亞焚燒艾城，使城成為永遠的廢墟，直到今日還是荒涼。他把艾城的王掛在樹上，直到晚上。日落的時候，約書亞吩咐人把屍首從樹上取下來，丟在城門口，並在屍首上堆了一大堆石頭，直傳到今日。好，咁啊，經文讀到呢度，咁啊，希望我哋咧都首先都明白啦，神有一啲嘅原則啦，喺打仗上邊咧都會先去求和啦，有探子啦。但係當大家真係正面交鋒打仗嘅時候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好殘暴係嘛嗰個嘅情況啦，係啦。咁而呢啲嘅原則咧，唔係淨係應用喺以色列人以外嘅，即係神唔係特別恩寵以色列人嘅，其實即係當以色列人係離開神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都會面對外敵嘅入侵，咁啊都最低限度反映出咧耶和華係公平嘅，對待自己嘅老百姓同埋對待即係由外邦人啦其他人先係求和，先係咧願意即係即係如果順從神啦敬畏神，跟住咧。如果唔係咧，終有一日咧就係審判。其實到我哋今日都係啫嘛，係嘛？咁唔通我哋作為基督徒，有屋企人啊，有親友未信耶穌，
我哋唔知道到最後都要有大審判咩？咁經歷大審判，有啲就係想去唔到神嗰度咯，一定有噶，唔係個個都去到噶，係嘛？或甚我哋都要問下我哋自己，我哋依家去到咩階段啊？同神嘅關係點啊？咁啊，係嘛？呢個係神公平嘅對待，即係信徒同非信徒，係嘛？只不過我哋認識神比佢哋多啫嘛。好，停喺度啦，拜拜。